救杀人，报人第一秋中，还是到这边，对，主要是这几个小节。好，来我们唱唱看。我们先弹我们的音，对，46小节。来慢一点点，慢一点就好。来，3、4。OK。等每夜加其他因有灵行美路。谢谢你，谢谢。主被罪孽保护，令得稳定跨过山手，救主永为起山岭，不灵的秋。好，非常好，谢谢。好，我们那个是86页第2行第3小节，我们也唱3拍就好，86页第2行第3小节那个3拍就好，早一点换气。好，元素哦，加伴奏。来，46小节来，我们起立。来，1、2、3、4。喂。
礼拜进前，咱先来练诗吼。今日咱的牧师吼，临时身体无啥爽快，在休困。我来代理吼。咱来看圣诗，圣诗第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琴先甲咱弹一遍。来，第一再来。我的上帝，我的君王，你命我要永远尊重。主耶和华之冠之大，袂通测度，恩惠满满。一代要对一代而论，你的观念是给传播。我要想你奇妙所做，尊贵严格威严无悔。你的公义宽怜伟大，我要讲起，予人拢知，伊要保养主你大恩，唱歌乐，明日永存。你有恩惠，歌有怜悯，无怪受气，主爱无尽，是阮比因一切受造，用心感谢，用嘴而乐。咱逐摆吟圣诗来陪伴咱的心，这是咱长老会真好的一个传统哦。咱这吟圣诗特别，伊这个歌词吼，拢有真侪节，这用意就是伊个词是真水，真会当安慰人。哦，亲像今日这条诗歌讲，是阮比因一切受造，咱就爱用心感谢，用嘴而乐。这拢是真水的诗句，会当引带咱安静咱的心，互咱会当更较接近咱的上帝。咱搁来吟一遍。圣诗47首，咱用心来吟。我的上帝，我的君王，你命我要永远尊重。主耶和华之冠之大，袂通测度，恩惠满满。一代要对一代而论，你的观念是给传播。我要想你奇妙所做，尊贵严格威严无悔。你的公义观念伟大，我要讲起，予人拢知，因要保养主你
用心感谢，用嘴学乐。咱三甲来祈祷。主必天的上帝，阮感谢你。每礼拜大圣，你互阮伫遮安静吟诗，陪伴阮的心，用诚实甲虔诚来敬拜你。阮的牧师今日下早身体无爽快，袂当甲阮伫中间伫遮来礼拜，求主医治因带带领，互伊有好的休困。医生的医治会当真紧恢复健康。阮若要为着要伫路上，也是要伫外口伫无用，遮的兄弟，阮求主你帮赞，呼调、呼召、互因同齐做一伙来礼拜，互阮今日主日的敬拜会当诚做芳芳的祭，互主你欢喜，也为着周牧师今日所要带来的信息。互阮的信仰，阮的心灵得到帮助。愿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免。咱过来练圣诗吼，第二首257首，257首。心目主坚固，作为来吟。心目主坚固，就是赎罪耶稣，救主上帝。但愿听我祈祷，罪恶世情到无。我可归我上帝，是阮甲我勇行，赞我心心安定，感化心灵。你有替我受死，愿我深深听你。心志那会袂眠，我行黑暗的路，弯落到天脚步，愿主引带，黑暗变换做光，有阮甲我担当。无通歪枉，今世那梦快无，寒冷黑暗时候，我顾因我，求主伊是保庇，无个惊吓了伊。就地大主言断。咱来吟会前备办的诗363首。耶和华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咱用安尼来安静咱的心，默祷，来准备下早的礼拜。363首。耶和华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拜礼，我会祈祷，望应我，我要入你的城。
咱时间已经到，咱来开始今日的主日礼拜。咱来听福音正声。万军的耶和华，倒一位是阮亲像你？你的慈爱流传到万代，你的信实伫你的四周围，属你的人拢无挂碍，敬畏你的欢喜来敬拜。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47首来学乐咱的主，咱的上帝，听起立来吟全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你命我要永远尊重。主耶和华之冠之大，为他却都为我，你代为对。一杯不用处理断。
咱犹原徛伫用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书读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掀开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6篇。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6篇。启应文第6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予我的灵魂静养。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伫地。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大家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对你的大慈悲。就是阮进入你的圣会，恳求你，予阮伫心神甲肉体，拢会诚实来敬拜你，予你的圣名大大显出荣光。恳求主降临伫阮中间，听阮忏悔祈祷的声。恳求主怜悯阮，洗清阮一切秘密的，为着你所疼的囝耶稣基督。赦免阮，主啊，帮助阮，会晓得伫你的光的面内面来活，行主的道路，到永远。阮若认家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阮的罪，洗净阮一切的不义。求主帮助阮，为深信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源头。是阮活命的饼，伫主耶稣内面的永远袂枵，信主耶稣的永远袂喙焦。求主帮助阮，会当明白这套真理，袂去为着迄个会败坏的操劳。等到阮要凭信心拍拼，为着迄个存到永远的来努力。有信心的人，啥物代志拢是可能。伊信的人，凡事拢会。主啊，阮信，但是阮的信不足，求主帮助阮。求主帮助阮，会当照圣经所应允阮的。既然有人伫基督内面，就是新创造的人。有的代志已经过去，凡事拢要变做新。主啊，互阮得到你新的恩赐，新的恩典。求主时常眷顾阮，互阮用虔诚、公义、善良的信仰生活来归荣光上。愿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
救赎愿平安。阿门。下面献歌队带咱来学老上帝，并今日要吟的诗歌，主应甲你同在。恭读上帝的话，圣经约翰福音第6章22节到35节。约翰福音6章22节到35节。隔日，徛伫海迄边岸的众人，看见迄位无别只船仔，只有一只拿定。搁耶稣无甲伊的学生搭迄只船，
只有学生家己去。总是有几只船仔对提比利亚来，到群地主注射了后，众人食饼的所在。众人看见耶稣甲伊学生拢无伫遐，就带迄几只船仔到加百农找耶稣。已经拄着伊伫海的迄边岸，就甲伊讲：“列比，你什么时到遮？”耶稣应讲：“我实实甲恁讲，恁遮会找我，毋是因为看见神迹，是因为食饼到饱若定。无得为着败坏的美牛来着磨，着为着长长之地永活的美牛来着磨，就是人子所要予恁的，因为伊是被上帝所看印的。因就对伊讲：“阮着怎样行来做上帝的工？”耶稣应讲：“信伊所册的，这个就是上帝的工。”因甲伊讲：“你行什么神迹，互阮看来信你啊？你行什么啊？阮的祖伫旷野食吗哪，照所记载讲，用对天来的饼互因食。”耶稣甲因讲：“我实实甲恁讲，毋是摩西用对天来的饼互恁，就是我的爸用对天来的真饼互恁。因为上帝的饼，就是迄个对天落来，也用活命赏赐世间的。”因就对伊讲：“主啊，常常用这号饼互阮。”耶稣甲伊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现在，现在，现在，我心恳心来尊重，我心深在对你认讲，只想我的主。现在，现在，现在，我心恳心来尊重，我心深在对你认讲，只想我的主。咱今下早真欢喜得到台南西洋县派周子阳牧师来到咱中间请安甲正道，咱也要为着这间圣学院来祈祷甲奉献。下面咱正道的时间，就来交予周牧师，伊要用基督是活命的饼来讲道。亲爱的大家平安。我有观察到，甚至连阮家己的教会嘛是同款，会友若入来，拢对上后壁的位置开始坐。你捌想过一个问题无？主要说，若这个时阵出现伫咱中间，恁可能行2步就到啊，后壁可能爱行过10步才会到。你捌听过音乐会无？音乐会一阵爱5000，这个位爱5000，一张票爱5000，后壁头顶遐可能一张300尔。咱来做礼拜有一件代志，有一个动作真要紧，叫做啥？你敢知影？咱看聚会人伫做礼拜时拢会讲啥？这时时间已经到，请咱安那？请咱备办心，请咱安静咱的心。
啥物叫做安静？莫讲话就安静少。你无讲话，但是你的心搁咧想真侪代志。敬拜上帝安静真重要。啥物叫做安静？我自细汉伫教会大汉，我逐礼拜做礼拜拢讲，即是礼拜时间已经到，请咱安静心。我一直咧思想，啥物叫做安静心？安静心真正真重要。你若无安静心，你听袂到上帝的声。啥物叫做安静心？自信、专心。你看囡仔若咧吵咧闹的时阵有无？你若摕一个玩具起来，叮咚叮咚叮咚，伊随点落来，伊的注意力互迄个物件吸引掉咧。咱过去一礼拜有真侪的操劳，有真侪的压力，咱拢带遮来到上帝面头前，遮的物件阻挡咱无法度安静心。表面上你坐伫遮，你点点，但是你的心无拄拄安静。敬拜上帝，爱恳求上帝安静咱的心。咱同心来祈祷，天父，我恳求你，这个时，因为你要用你的话，甲阮养饲，甲阮灌压，这是真要紧的代志。长久以来，阮每一个主日拢坐伫遮，但是阮所领受的，敢有真侪阮真正的快乐甲帮赞。主，你的话是真，你的话是实在，你的话是有权柄、有快乐，赢过所有的艰难困苦。主啊，我要来体会，恳求你圣神帮助阮，因带带领，互阮伫你面前得到你的恩待，就是对你的话得到兴起。同心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知影，咱人的生命若要活，除了有空气通吸，有日头，有水，过来就是爱食。所以你捌听过食饭皇帝大无？食真重要，就是这个道理。食啥物？我感觉次要，较重要就是爱食会饱。你若食无饱，敢若袂输穿鞋咧绕墙有无？隔靴搔痒，有绕无？有，但是敢若袂爽快安尼吼。有绕，但是绕袂爽快。我感觉有时阵吼，食无饱，可能比无通食也较艰苦。所以毋才有迄落啥物199，袂当讲199。阮太太拢定甲我讲，即马无迄落199吃到饱啊，即马拢上无拢安那399、599吼，吃到饱。人都爱食，而且爱食互饱。但是无论食搁较安怎饱，嘛是会搁枵啊。你捌中昼去互请，食到有够饱的，我永免食。但是较暗咧嘛，腹肚嘛是搁枵啊，嘛是爱食。摕一个泡面也是特别这个面。伫即种情形下面，毋知有人捌想过无？迄若有一种安尼食了就拢袂搁枵的饼，啊，咧啉落就拢袂搁喙焦的水，迄毋知偌好吼？毋知有无？毋知要倒买，毋知几年才买会着。啊，若真正有即种饼，迄敢毋是天下的上大的好消息？问题来啊！啊，若讲真正有咧，有哦，有即种饼哦，食了拢袂枵哦。你敢要信？敢若捌听过迄讲哦，食了佫想要佫后边佫想要佫来食，也毋捌听过迄个讲食了就永远拢袂枵啊，就免食啊，是无？敢真正有影食了就袂枵，啉了就袂喙焦？这到底是咧讲啥？而且真重要一项代志，枵是指啥物款的枵？伊的喙焦是指啥物款的喙焦？因为咱的枵、咱的喙焦，毋是简单肉体的方面尔，毋是简单你的肉体会枵的喙焦尔。咱今日所读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6章。对21到71节这段经文，是主耶稣用5块饼甲2尾鱼，互5000人食饱。这个新约过长工，当主耶稣行这个新约了后，众人拥护伊要做王，
若我嘛要叫伊做王，这个来做王，因为拢有饼通食，来找伊就有饼通食。所以这个人找机会来近我主耶稣，但是因的心肝底咧想啥？因爱主耶稣，搁惊神热。这个是主耶稣用食米做主题来讲出一个真理，就是人真正所需要是属灵的食米。这段经文，咱今日所看这个经文大概是安尼讲吼，大概分做几个部分。头第一个部分主耶稣对群众讲，唔通为着会败坏的美牛来钓磨。另外一个意思嘛是讲，唔通为着迄个食了个会枵。定定伫遐多无，就爱为着长长短活的美牛来钓磨。27节安尼讲。另外，当群众要求主耶稣搁行一个新约来正做因信心的凭据的时阵，主耶稣就表明，伊就是迄个对天来真实的饼。对迄当时摩西对天得到玛纳迄个新约，用安尼来做说明。记载伫第30节的所在吼。当群众听讲主耶稣有对天来的真饼时，主耶稣将这个饼予阮，就亲像迄个伫古井边啊，迄个撒玛利亚妇人，主耶稣讲啉我这个水永远袂喙干。妇人讲啥？主啊，赶紧将这个水予我。人听到的反应拢是安尼。这个时阵，主耶稣表明伊家己就是活命的饼，就讲伊的人决断袂枵，信伊的人永远袂喙干。34节甲35节是安尼写。人是一个什么款的存在？人是有灵的活物，这是圣经甲咱讲。人是有灵的活物，什么意思？这就是讲，人不是干那腹肚食饱就满足啊。人不是人的存在，不是人人发大财人人赚大钱，安尼就好啊。人有心灵的需要。所以，咱爱有迄落喜乐，有迄落平安的感觉。肉体饱足了后，心灵嘛爱得到丰富，才叫做幸福。你敢知影？你若干那食会饱，你就会幸福。安尼，你甲木栅动物园的园仔同款，你知影无？有人毋知影木栅动物园的园仔是啥物人无？团团甲圆圆因囝啦吼。你的心灵要得到饱足，你就要有属灵的食物。你捌想过无？你属灵的食物是啥物货？你属灵的食物，你属灵生命的食物是啥物货？有人咧讲，宗教信仰就是人灵魂得到饱足的门路。那安尼话，地面上这个世界无共款的宗教。就带来无共款精神的流失咯。中国的儒教，儒教是一个影响东方的世界真深的一个宗教。儒教的精神流失，就是道德伦理、人格修养。儒教基本上对人性是肯定，是自信。所以，伫儒教内面，因无相信人是罪人，人借着四维八德，四维就是礼、义、廉、体，八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维护这个五伦甲五常的关系，君臣、爸囝、兄弟、夫妇、朋友，这你拢经营、修养。安尼，你就是一个人人君子。儒教基本上是一种充满人本主义的思想。同时，耶稣基督的教示，互咱知影，人无法度靠家己的气力救家己，因为福音，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毋是为着道德家备办的，福音是为着当罪人备办的。伫马可福音第2章第17节，而且主耶稣讲：勇健的人无欠医生，若是破病的就对。
我来毋是要招义人，是要招歹人。即句话内面无讲你是罪人哦，有无？无，伊无讲你拢犯罪，恁拢是世间人，无。但是主耶稣有讲，伊来就是要招破病的人，就是要招罪人、歹人，毋是要招义人。安尼罪人是啥物人？无讲到啥物人是罪人，但是又讲伊来要招罪人，要招歹人哦吼。啥物人需要救恩？你假使讲你若知影你家己有破病，倒位无爽快，你才会去找医生。医生的存在，就表示人拢会破病。这个世间毋捌听过讲无人毋捌破病，规世人吼。对安尼，咱知影，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就是因为咱世间人拢犯罪，拢需要救恩。所以，若知影家己是罪人的人，知影家己是一个需要救恩的人，就亲像一个人知影家己有病，需要医生同款。你知影你有病，你知影你需要医生，你去找医生，你的病就得到医好，你的罪就得到赦免。这款会当互罪人悔改的福音，才是灵魂得到饱足、真活的食物。另外，伫咱台湾的社会上，常常看到的宗教叫做道教。道教嘛是互人得到精神粮食的一个真重要、真普遍的一个宗教。道教互人的精神粮食，就是弃邪消灾、驱吉避凶。道教看重今世的利益，强调有求必应。心诚则灵。道教一方面叫人都爱敬天祭神，另外一方面又叫人爱惊鬼惊怪。道士提供一套降妖驱魔的法术，民间真侪善男信女拢活伫疑神疑鬼的气氛的内面，所以你看台湾民间。到处充满禁忌，有真侪咒诅，这敢是真正平安？这袂当做哦，面床都爱囥安尼哦，啥物时阵才会当结婚哦，才会当出门哦。圣经内面，咱常常看到主耶稣怎样关怀众人，伊疼惜人的肉体，总是伊嘛看顾人心灵的需要，所以才有五块饼两尾鱼这个新约。所以，咱才看见主耶稣有医病，嘛有赶鬼，一个是肉体破病，一个是精神灵命破病，甚至互人对死搁活。主耶稣所互人的，是你全人的关怀。会晓找主耶稣的人，你才得到全套的啦。真侪民间宗教信仰，拢得到你想要爱的啦。你无想到，其实你嘛爱，你袂晓去求去讨啦，伊嘛无法度互你啦。佛教，这嘛是真侪人选择的精神粮食。佛教的人生观是人就是生老病死，所以佛教的宗教观就是人生是苦海。我捌伫菜市对我妈妈去买菜的时阵，拄着一个人讲吼，爱来信佛啦。我讲啥啦？你等去照镜吼，你敢知咱人的面吼，就是一字苦字，你知影无？你等去照镜，有无？你苦你也要写袂？哦，这个片就是迄个十字架嘴巴有无？吼，你等去照镜。哎哟，愈看愈成呢，人生是苦海，我的面就一字苦字写伫遐。若要脱出这个苦海，就要皈依三宝啦。因为安尼，佛教徒一生的目标，就是爱看破红尘，晓悟人生，努力修行，脱离生死轮回的因果。所以，因强调慈悲为怀，食菜无食草，无要杀生安尼就对啦吼，爱听众生。这款的精神粮食，其实是将人带入一种消极的境界。人若想过头消极，就忽略创造者其实
创造人，是互人有活泼向前的愿望。基督教信仰是向前，是有愿望的信仰。所以基督教信仰无迄落忧郁啊，基督教信仰是真正互人看见面头前是有愿望。耶稣基督的福音，互人看见这个世间，是因为人性的软弱，所以才引起各种的苦难。原本上帝所创造世间，敢有苦难？无嘛，谁哪有苦难？因为罪，因为人违背上帝的命令，罪进入这个世间，所以对迄个时阵开始，这个世界就受咒诅，苦难不断。所以基督教无闪避，基督徒无闪避苦难。反倒等是亲像最后所讲的，背起家己的十字架来超越这个苦难，学习伫苦难的中间，怎样倚靠耶稣基督的应允甲同在，来得到愿望甲帮助。明白苦难中间真正的快乐是耶稣基督。其实基督教信仰并毋是否定我头先所讲的儒教、道教、佛教对人类的历史甲精神文化的贡献，这些拢是真伟大、人类真伟大的宗教。总是若要将这个当作人类活命的饼，歹势无够额。就算讲基督教，嘛袂当宣称讲基督教就是人类活命的饼。听你听好，任何的宗教拢袂当成做人活命的饼。人类真正活命的饼是道成肉体的耶稣基督。这个世间任何宗教拢袂当互你得救。你想讲你基督教你真敖少？最后所讲，有一天当咱到天年的时，看到最后说主啊主啊，最后所讲啥？我毋捌你。圣经原来记载无？主啊，我啥物人？我笃信教会长老呢，我笃信教会会友呢，我洗了，会友名册有我的名，还是我毋捌你？惨啊！若到迄个时阵就惨啊！你知无？最后所讲啥？天国是努力的人才通得到。伫《申命记》第8章第3節咱的干事真好意吼，甲咱规句。其實我要互恁看的，是敢若即個人活地，毋是簡單倚靠食米來活，人是倚靠耶和華的嘴一切的話來活。有看到無？後壁單只，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上帝的話，才是人類真活的食米。所以你每一個禮拜，你來聽講台所講出的信息，你想講這是真凊彩、真隨便上。有個人佫聽咧，佫會真安歇，佫會困去安尼吼，真正是安歇日。禮拜長有冷氣通吹吼，安靜吼。上帝的話才是你活命的根本，你知影無？你若無上帝的話，我活了好好啊，你其實是已經死去啊。上帝的話才是人類真活的食米。若安尼，就是新約聖經約翰福音所咧講的即句。約翰福音第1章14節，道成肉體，徛起佇咱中間，有恩典甲真理滿滿。这里讲什么人？这里讲主耶稣，主耶稣道成了肉身。而且所咧讲，这个道，咱中文甲翻译做道，原文内面的意思就是话，就是讲。新约圣经的道，就是创世纪上帝讲，共一字，字根共款。什么意思？上帝的话，成做人的样相，成做有肉体的人具体的表现。你知影话是有权柄、有气力的吼，你要相信无？我细汉的时阵较弱小吼，阮同学拢甲我欺负呢。所以想你较细热哦，我放学要甲你拍哦，我惊甲要死，你知影无？
伊敢我拍，袂呢。但是，敢若讲我要甲你拍，我就惊到要死啊！你看迄黑道，咱法律上有一条罪叫做恐吓，有无？你毋是共抬共拍，这叫有罪哦。你共恐吓就有罪，表示啥？话是有官兵受亏啦。人讲的话就是安尼，何况上帝的话。所以创世纪就讲上帝讲要有光，要有啥物话就有啥物话。到第新约时代，这个话变做人的样相，上帝的话诚做人的样相，这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咱爱对这个角度来了解，基督是活命的饼。约翰福音第6章63节，主耶稣讲：互人活的就是神，肉体就无利益。我所甲恁讲的话，就是神，就是活命。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而且并不是完全否认肉体，伊刚才甲你讲，肉体是无利益的。你若唔相信，就算讲你更较好业，更较健康，有结束的日子无？我你食120好无？150好无？够有无？人的肉体拢会结束，但是你心灵煞到永远。我一直咧思考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从细汉主日就一直背金句吼。我安尼甲想，说使讲今日我若无这本圣经，圣经就是上帝的话。我若无上帝的话通好读，我若无明白上帝的话，我可能就会死哦。毋对，毋是可能会死，是一定会死。我做牧师爱比别人用较侪时间读圣经。一开始读圣经是真大压力，因为一开始读圣经是为着要讲道、要准备道理。后来发现圣经上帝的话是活命的饼，我变做享受伫圣经内面的话，宣讲上帝的话变做我上欢喜、上快乐的一件代志。我搁那边伫礼拜日的暗时半暝啊做眠梦。眠梦着我今日会早时伫讲台讲的物件有无吼？哦，刚刚啊，我家己听了安尼哦，醒起来哦，就是因为有上帝的话，诚侪我的智慧，我才会当明白属灵的代志。兄弟姊妹，你知影肉体的代志，有时阵你会当明白，会当得到属灵的代志，就爱有属灵的智慧。上帝的话，互咱有属灵的智慧，明白属灵的代志。所以保罗在讲啊，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有无？却没有一个人看透他。我有上帝智慧，我才真做一个唔是简单看重肉体物质需要的人。就是因为还有上帝的话，互我答案，所以我才袂常常互魔鬼撒旦来欺骗。你知影，咱人若拄着困难、拄着问题，随时就将咱的信心、愿望等去边啊。所以，咱需要常常有得到上帝的话，互咱答案，坚定咱的心。就是因为要有上帝的话，互咱有气力，这个气力就是属灵的气力。互原本卑微含慢的我，才有能力会当做帮助人的人。我以前是一个真自卑的人。阮兜3个囡仔，我读册上含慢，我读私立学校，大学考袂着。我一直到做牧师的时阵，我的自信才恢复起来。我对上帝的话得到真大的帮助。我嘛相信上帝的话会当诚侪恁的帮助，会友的帮助。我感觉我活得非常有价值。我就是因为安尼咧活，所以我感觉我的生命真有价值。兄弟姊妹，咱若枵的时阵会安那去找食的，对无？你半暝啊，若真枵的时阵，去超看有泡面无？哎呀，饲啊看佫有通买物件无？咱喙焦的时阵会去找啉的。但是你前较早若食着啉着，拢无好食，无介意。咱的心肝底就一直咧想讲，
啊，毋知迄个上好食的、上好啉的到底是啥物吼？有一工讲真正去互你食到迄项上好食的啦，你有这种经验无？哦，一工讲牛肉面，一档牛肉面，你食一个，哦，够好食的啦。对打了后，你敢会对别间牛肉面有兴趣？我就是干那要食这味啦，有这种经验无？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跟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是这个意思。当你真正认捌伊，当你真正找到伊，而且你专心信靠伊，伫你的心肝底，你非常清楚，你的生命根本就无其他会当取代的，根本就无其他会当去替换，会当较赢。迄种感觉叫做决断袂枵，永远袂喙焦。求主帮助咱。当咱咧听上帝话，圣神咧做工，你的心若有因为上帝话得到火热，得到感动，你爱随时做一个祈祷。主啊，我即马即个感动，即个感觉，一定毋是出自我家己，嘛毋是出自牧师，是出自圣神。恳求你爱互即个感动一直存在伫我的内心。互伊变做一种快乐为止。你敢知影？咱每一个主日吼，咱领受上帝话，咱拢变做啥？你知影无？拢甲摩西共款咧。摩西伫西奈山的时阵，讲落山的时阵，圣经讲的伊面伊面发光呢。我即摆咧看恁的面嘛拢发光呢。拄久的无算啦吼，因为你无听到我咧讲啥。你若听到上帝话，你的面会发光，你知影无？是这个光真可惜。通常咱若踏出礼拜堂有无吼？差不多2点钟以后，迄个光就花去啊。明仔载吼，就完全无个光，因为咱爱去读册、上课，爱去上班，就开始互这个世间较赢，互世间影响有无？咱就甲上帝话袂记记啦。求主帮助咱，常常有上帝话踮伫咱的内面，你就永远袂喙焦，你就永远袂枵过。同心来祈祷，主恳求你怜悯阮，怜悯阮，因为当你将你的话详述互阮的时，互阮听有，就知影怎样去行。主，我恳求你，互阮诚做一个，因为来到你面前信靠、倚靠你，诚做一个永远袂枵饿、袂喙焦的人。互阮的生命诚做互人心酸的生命。互阮的教会，互人诚侪祝福的教会。亲爱的主，感谢你，你来到这个世间，是为着招阮这的罪人。阮是当罪人，若毋是你的恩典，阮太讨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敬拜阿罗你。主恳求你祝福阮，带领阮，常常将你的话来详述互阮，带领阮的脚步，也祝福阮的教会。同心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做伙用圣诗257首，天幕五主坚固来回应，请起立吟全首。天幕五主坚固。就是相对耶稣，救主上帝，但愿听我祈祷，对我世情告无，我专心我靠归我上帝。让我心心安定，感化心灵。你有替我休息，还
心听你，这生顺转心志，哪会袂灭？我行黑暗的路，弯路到天脚步，关注因窗。黑暗变换做光，救阮甲我担当，免我离主那无通遗忘。今世那梦快无，安宁黑暗是好。无顾因缘，救主牺牲宝贝，无过关兄要义，灵魂修赎修天，甲主应断。阿门。请坐。邱牧师敢有要为着新学院？好，咱今日是台南新学院的纪念主日学院特别派邱牧师来到咱中间，一只代表学院来甲咱请安代祷。咱今日特别咱就用迄奉献碟为着台南新学院来奉献。咱中间若有初来甲教会无了解奉献的意义，请你毋免奉献，不要紧。下面我以执事甲建中执事来施献。
今天非常感谢你，你赐予阮人类美好的天气。我嘛感谢你，因为阮真有福气来到你的圣所，阮来享受你对天来的美娘，属天的美娘，互阮能得到心灵的饱足。阮感谢你，当阮献上阮的金钱，要做你圣工路用，求主你降纳。阮来祈祷，奉主耶稣名祈求，阿门。请坐。请兄弟，咱来掀开今日的周报第3页，咱来读今日的金句。周报的第3页，我读一遍，请兄弟读。第3页，今日的金句，耶稣甲因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约翰福音6章35节，请。耶稣甲因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约翰福音6章35节。耶稣甲因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约翰福音6章35节。咱来看本周的周报，咱第3页后者有这个事工的事项表，请咱有担当的兄弟弟。若组合上袂好势，请咱会记哩找代理的人，甲办公室增加一下。特别提醒咱今日开始恢复这个爱餐，请德行小组会记哩吼，咱已经真久无爱餐啊吼。德行小组轮到德行小组爱负责整理甲洗碗吼。咱来看周报的第4页，教会消息。第一，今日是台南新人院的奉献主日，新人院有派主牧师前来平安甲讲道，咱伫遮。咱也特别为着学院的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二，今日中昼12点半，伫1楼的副堂吼，咱要召开定期的中集会甲人集会。请咱各团体的会长伫参加。第三，今日礼拜后伫咱地下室咱有爱餐，感谢秀芬长老的准备，主事搁有迄个玉金姐安尼甲咱煮饭咱真多谢因的辛劳。特别交代咱要入去餐厅进前，会记哩双手消毒一下，较要紧。你若去拍菜的时阵，一定会记哩挂口罩希望咱当伫即个疫情较好势了后，咱的教会生活，咱的遮的行程会当拢慢慢来恢复，尽量愈来愈好势。咱也伫即个中间，咱兄弟彼此搁较好的联谊甲熟悉。第四。部里的10月份取消今年的联合对事礼拜咱拢由兄弟个人家己自行安排啦来前往。第五，咱有定4即季后一季，即个4、6月的新眼光读经本，也是教会公布兄弟请咱去办公室登记。你若是旧的已经有登记过，你就毋免搁重复就毋免去。到今日截止。第六。请各行政单位甲团体伫3月20进前会记哩甲恁各单位团体的聚会表交互行政干事来排咱教会第2季的行事历。第7，咱今日要来举行3月份的寿星的庆生啦这3月份的寿星，咱教会送面线一份祝这的寿星生日快乐！咱即马就来庆生啦我念名的时阵请咱那个
服侍的当工吼，咱就用开始来分面线吼。啊，我念了后，我若甲这名单念了后，咱做伙来唱这个生日快乐歌。3月份的寿星吼，珍妮、简秋婉、高宪雄、刘淑安、李义兰、魏珠慧、高文雄、李银珍、赖奇安、洪允云、陈世航、林佩昭、吴秀霞、黄江麻、洪和烈、陈春霞、张碧松、刘明坤、何秀春、桂聪敏、林玉明、高清淑、邱黄芬妹、大林秋桂、刘黄文娇。咱这名单若有错误也是漏交的吼，咱拢免客气，直接向咱的主办的这个执事吼、慈惠执事吼，来更正补发。来，咱即马来唱这个生日快乐歌，咱来分这个面线吼，祝你生日。咱有名单内面，也是讲你是3月份生日的，啊无摕到生日礼物的有无？拢有吼。来，我请咱大家起立，咱为着这个寿星来甲因祝福祈祷。慈悲天王的上帝，阮感谢你，阮要特别为着3月份这个生日的兄弟献上满满的感谢，因为有因新的生命，因来出世加入，互阮得到更较大的温暖甲帮助，诚做阮教会的一份子，阮来感谢你。主啊，阮为着这个寿星来祝福，求主你，互因伫你的引带下面有满满的恩典伫因的中间，互因的得行的路拢有油得滴，互因的杯是满出来。主啊，你祝福伫因的中间，帮助互因。互因伫每一届生日的时，拢搁一届来想起主你的恩典，也纪念当因生日迄天，就是因妈妈上痛痛真正有生产的艰苦的时。主啊，拢求主你帮助，互阮会当来算这恩典，互阮会当安尼来跑走，行伫即条阮你所应允，互阮即个生命，互伊变甲有搁较有意义。愿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下面来报告团契的消息。中年团契今日爱参线吼聚会，是特别邀请咱前出身的雅丽长老吼，要来主理，欢迎咱兄弟吼踊跃来参加。这团契办的活动吼，无一定爱团契才会用参加啦吼。咱只要你若感觉对这个题目，也是这个主理你有感动有兴趣，你拢会当踊跃来参加啦吼，无一定爱客友啦吼。第二，青少年团契伫今日1点40伫5老虎堂原来有聚会，请咱这青少年朋友来参加。咱的兄弟团契即马伫每一个拜六暗时8点。拢伫教会的教育厅做伙来读圣经，做伙来读圣经。即摆的进度是马可福音，也是用迄个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欢迎咱的兄弟吼，来刻慕上帝话，咱来参加，做伙来读圣经。兄弟团契定3月27日下晡4点要伫台中文学馆吼，举办野外礼拜，礼拜煞。5点半伫迄个如意楼餐厅有餐叙，欢迎会员夫妇若要参加，一个人爱交200块，其他的人700。请咱向会计林义成也是会长林启良来报名，欢迎来参加。家庭团契要办一个扩大聚会，伫3月20礼拜煞，这。要邀请咱兄弟吼来踊跃参加，我有要邀请迄主办单位要来报。
大家平安。伫遮要借几分的整个时间来宣传即摆的活动。伫咱周报内面嘛有写，咱社青团结伫3月20号，就是刷落来的即个礼拜日中昼12点半，要邀请到西屯教会张仁和牧师来演讲。即摆的题目是“认捌你家己”，谈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体制甲开会的精神。无论是拄啊接触长老教会的朋友，也是已经伫长老教会聚会真久的兄弟姊妹，拢真需要来思考长老教会和会精神甲咱的信仰有啥物关系。自细汉到大汉，我拢伫长老教会聚会，但是真可惜，无有啥物机会会当伫教会内面谈论即个议题。所以真希望会当借着即摆的演讲，好好啊来认捌即个体制，已经认捌伫即个体制内面生活的家己。欢迎大家来参加。若是你甲我同款，想要来敲找体制内信仰的意义伫倒落，咱后礼拜日中昼12点半，伫5楼副堂做伙来认捌改革中长老教会的信仰思考。阮嘛有替做伙来听演讲的人备办午餐，欢迎礼拜后留落来做伙响应听演讲。多谢大家。真欢喜吼，咱的社青团契吼，本来吼差不多安尼奄奄一息啦吼，即马佫会出来办活动扩大聚会吼，请咱兄弟吼爱较家支持咧吼。咱教会真诶吼青年吼，咱兄弟你甲坐咧遮看吼，咱的青年真诶是有够少诶吼。咱的少年团契吼，即个聚会拢个位数啦吼，所以请咱兄弟特别注意遮青年诶时间吼。特别因办这活动，我伫遮呼吁啦吼，咱爱甲因支持，甲因鼓励啦吼。希望这个团契当佫活起来，佫勇起来安尼吼。下面迄个关怀协会的消息吼，请咱家己详细看。教界的消息咱嘛家己斟酌来看。我要来介绍咱今日几个新的朋友啦吼。第一个洪翠玲。还佫有伫中间无？哦，欢迎你，欢迎你。好，请坐。佫有李能清，你好，请坐，请坐。咱等者吼，会用老布落来做伙爱餐，咱会用佫继续咱佫较深入的交陪甲熟悉。佫有吴俊模甲蔡玉玲。哦，这是准新人啦吼，准新人，欢迎欢迎，请坐。我知影这是黄灯科长老的卫生路的甲孙竞赛啦吼。因大这个拜六要照咱的礼拜堂伫遮做结婚礼拜安尼，甲你恭喜愿主祝福。下面咱要来大岛的事项，请咱看周报，本周大岛的事项咱要。真欢喜吼！李明准长老的家庭吼，佫加添一个新生命啦吼。杜佑生甲李品龙吼，有第2个儿子，伊的名叫做杜永恒啦吼，已经满月愿主祝福吼，真欢喜的代志。第二，咱为着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吼，用早日和平吼，这咱为着这来大岛。因为这战争吼，上可怜的就是遮的老百姓啦吼，安尼无厝通大四界走吼，安尼这生活受到足大的困扰吼，这咱为着这个战争会当早日进来和平来祈祷。咱主来兄弟的集体咱也特别为着这个梅桥姐伊这腰脊骨苏慧老师伊的心脏共款咱继续替伊祈祷。中华兄因为车祸所以这个骨在复健的中间。这个吴洪仁吼，洪仁就是咱的真辛苦，伫甲咱翕迄个录影吼，伊的妈妈吼陈野玲，伊这胸腔积水，咱嘛替伊祈祷。阮女姐有去手术这个白内障，咱嘛继续伊这个复原甲休养，拢会当真好势。咱伫遮较要紧。我要邀请咱伫大岛的中间，咱爱为着家己，伫圣殿徛伫遮，咱为着家己，为着咱的家庭，
为着你的重担，为着你的迫切需要，咱家己献上咱的祈祷，这是上要紧。我邀请即咱做伙起立，咱为着这个祈祷关怀，为着家己，为着献上咱的反悔，咱伫遮来代祷。慈悲听我的上帝，求你怜悯阮，怜悯阮，因为你知影阮是土粉所造，阮有罪的欠缺。主啊，当阮来到你的面前的时，阮要用诚实阮爱得到迄个永远袂枵、永远袂喙焦、心灵的粮食。主啊，你大大饼落互阮。你也知阮的欠缺，阮家庭的需要，我个人的无够，也是遮的病痛。主啊，你拢知。恳求你用讲袂出的圣神吐开伫遮来替阮求。主啊，阮真的无够，阮不足，阮袂晓，就恳求主你怜悯同在，听阮暗暗的祈祷，听阮忏悔的祈祷。听阮真正出自内心的呼求的祈祷，主啊，你要正这个，你要伫阮的中间，互阮的心有平安，互阮的心有盼望，互阮的生活充满喜乐。阮也为着这个主内心保病痛的兄弟来祈祷，求主你甲因同在，也互因有好的陪伴，厝年的人的照顾。医生正确的下药，会当帮助因伫病痛的中间真紧得到恢复。主啊，听阮的祈祷，阮安尼恳求，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咱来面煞尾变的诗，上言509首，今时煞请周牧师来祝祷。请起立吟全首。无路天白万福本愿，愿灵结果，真爱照正。哦，罗耶稣，叫我做愿，做我中保，将你万宽。哦，罗诚心感化罪人，救赎灵灵，恩惠日新。哦，罗圣白，圣行圣心，当为一体，地相之尽。阿门。因为上帝，阮的礼拜就是甲你做伙，甲你亲近，享受伫你的听。主，阮若有深深享受你甲阮同在，安尼阮知影，阮的礼拜这个时阵毋是结束，阮的礼拜这个时阵才要开始呢。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常常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这点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默祷。
咱今日礼拜到这结束，咱要去实践上帝话。第一样代志就是去地下室准备食爱餐，嘿。